4. 日本神格化與殘酷嘅租屋地獄啊！日本將貓嘅周邊咧做到世界第一嘅，有貓島啊、貓店長啊、貓車長啊，高級罐罐精緻到咧令到全球貓奴瘋狂啊！你知唔知道啊？呢個世界上咧有啲貓擁有成個城市嘅專屬保鏢啊！有啲貓咧受到國家憲法保護添啊，福利分分鐘好過我哋人類啊！但同時咧有啲國家嘅貓咧，竟然被政府列為全民嘅公敵啊，甚至要出動直升機去撲殺添啊！回頭望一望你屋企隻貓，每日逼佢喺你幾百尺嘅蝸居裏邊瞓喺全自動貓砂機前邊，食住幾十蚊個高級罐罐啊！如果有得揀，你家嘅主子投胎嚟香港，究竟係抽咗上籤啊，定係跌咗落無間地獄呢？今日我哋就嚟揭曉全球貓咪投胎指南啊！殘酷咁樣將世界養貓嘅環境分成3個階級啊！睇下你家嘅主子算唔算好命？不過正式開始之前，必須先戴翻個頭盔先啊！呢個排名係基於各國嘅動保法啊、居住空間等宏觀嘅數據總結出嚟嘅。就算排喺第3級嘅國家，都絕對有無數傾家蕩產去愛貓、救援流浪貓嘅超級好人嘅。我哋今日嚟探討客觀大環境俾貓咪嘅生存底線啦！即刻入正題，現在開始。第一階級，神明與特權階級啊，貓咪嘅終極天堂啊！第一階級我哋稱之為特權階級。投胎喺呢度嘅貓咧，絕對唔係寵物啊，而係擁有特權嘅統治者啊！一、土耳其伊斯坦堡，全城都係專屬嘅保鏢啊！喺土耳其伊斯坦堡咧，街貓喺城市咧係榮譽市民嚟噶。呢度係冇貓奴噶，因為全城人都係保鏢啊！貓可以大搖大擺行入高級嘅 cafe 瞓覺，經過豬肉檔咧，老闆仲會餵佢食新鮮豬肉添。喺馬路中間瞓覺啊，車啊即刻停低㗎。冬天太凍，地鐵啊、商場咧會為佢哋打開大門俾貓取暖嘅。喺呢度做貓啊，擁有至高無上嘅街頭特權啊。二、德國福利好過做人嘅憲法保護啊。喺德國咧，投胎做貓分分鐘好過做人啊，因為德國將動物保護寫入咗國家憲法啊。街頭絕對冇寵物店賣貓狗㗎喎。想養貓咧，只能去到收容所領養啊，或者揾嗰啲極度嚴格嘅繁殖者啊。去到收容所咧領養咧，好似嚴過查家宅啊，要睇居住環境同埋入息證明嘅喎。而且收容所啊，好似5星級酒店咁啊，保證零安樂死啊。呢度嘅貓一身都有最強嘅國家法律做最強嘅後盾嘅。3、英國政治特權與絕對自由啊。英國人對貓嘅瘋狂咧係國家級別㗎，連唐寧街10號首相府啊都有一隻正式嘅公務員啊，編號叫做首席捉鼠官啊，連首相都睇面色㗎。最重要係咧，英國人大多數住獨立屋啊，家家戶戶後面都有一個貓洞㗎。英國嘅貓咧擁有真正嘅貓生自由啊，隨時出門巡邏地盤，按時返屋企食飯啊。4、日本神格化與殘酷嘅租屋地獄啊！日本將貓嘅周邊咧做到世界第一嘅，有貓島啊、貓店長啊、貓車長啊，高級罐罐精緻到咧令到全球貓奴瘋狂啊！但點解只係排喺第一階嘅邊緣位置？因為日本養家貓咧係非常艱難㗎，租屋市場咧有嚴格嘅寵物不可規定嘅喎，10個租盤咧可能得1個準養貓嘅啫。就算俾你養啊，退租嗰陣時咧，清潔費啊、除臭費絕對係會喺你按金嗰度扣除㗎。真正喺家養貓嘅人嘅門檻咧係極其殘酷㗎。如果想支持我哋，大家可以加入我哋菇貓同埋菇泣嘅 Patreon啊，你哋可以睇到更多菇貓嘅相片同埋日常，而且每年書展仲有禮物送添啊！又或者加入我哋 channel 嘅 VIP 會員。你哋少少嘅支持可以讓我哋繼續營運落去，多謝你哋啊！第2級別夾雜喺黃金監獄極致嘅愛與殘酷嘅現實啦。第2階級代表咧有香港啦、台灣啦、新加坡同埋韓國嘅。投胎到呢度嘅貓咧，雖然居住環境狹窄啦，但人類咧會用盡畢生嘅財力彌補翻嘅。
一、香港、台灣補償心理與天價醫藥費啊！香港嘅特點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空間地方細啊，放咗全自動貓砂盤嘅時候，你自己個衣櫃就要縮水啦。貓咪咧連跑直線嘅距離都冇啊！加上公屋居屋咧係咁養貓㗎，好多人咧只能夠提心吊膽咁做地下貓奴啊！正因為生活壓力大啦，香港貓奴發展出一種極致嘅補償心理喎。自己食30蚊嘅特價餐啦，貓咪食幾十蚊一個高級罐罐同跳水浴啊！夏天自己唔喺屋企啦，冷氣24小時開翻俾主子啊！仲有啊，香港獸醫嘅費用咧，絕對係世界級搶錢啊！隨便照個 X 光啊、驗血啊，已經幾千蚊啦。但係為咗貓主子咧，你碌卡連眼都唔眨下，但絕對係全世界最高級嘅白金監獄啊！二、新加坡30年嘅地下特務生活啊！新加坡嘅租屋咧有奇葩嘅法律嘅，長達30多年咧，明文規定咧嚴禁養貓嘅，直到2024年底咧，終於解放啦。呢個咧代表新加坡無數嘅貓奴咧，幾十年嚟咧好似藏毒咁樣偷養貓啊！一有政府人員上嚟查訪咧，就即刻將主子同埋貓砂盤塞落衣櫃啊！做貓咧日日好似演間諜戲咁啊，絕對係喺縫隙中求生啊！三、韓國啊，顏值與孤獨嘅極致啊！韓國嘅年輕人居住環境非常狹窄啊，加上社會競爭激烈啊，貓咪變咗唯一嘅精神寄託。呢樣造成咗韓國擁有全球最發達嘅寵物醫美、服裝同埋寫真產業啊！投胎到韓國咧，貓啊可能冇地方跳啊，但絕對係全世界最潮嘅 IG 網紅貓啊！第三階級魔幻嘅平行時空啊，叢林法則，命運全靠抽獎啊！第三級別嘅代表咧有中國啦、澳洲啦、部分東南亞國家。喺呢度咧，貓嘅命運100%依賴你遇到啲咩人啊，或者出世喺邊度啊！一、中國天堂與地獄嘅平行時空啊！呢度養貓環境係極度兩極化㗎，好嘅一面咧就係寵物科技大爆發啦，全自動貓砂盤啊、烘乾機啦，都係極度親民嘅白菜價。城市嘅貓奴咧，富養咧程度唔輸俾香港㗎，但地獄一面咧就係缺乏完善嘅反虐待動物法啦。街頭嘅流浪貓生存環境惡劣啦，甚至有殘忍嘅寵物盲盒產業啊！貓咪嘅命運咧，完全取決於咧遇到咩主人啊！一切只能靠道德嘅隨機抽獎啊！而澳洲最魔幻嘅雙面人啊！澳洲對貓嚟講咧，一線之差就係天堂與地獄啦！投胎做室內貓咧，你係受動保法嘅保護嘅心肝寶貝啊！但係如果做戶外野貓咧，對唔住啊，死硬啊！因為澳洲野貓啊，每年咧撲殺幾十億隻啊瀕危野生動物啊！野貓被政府列為全民公敵，政府會合法懸紅啦，甚至出動直升機撲殺添啊！喺澳洲做貓，千祈唔好行錯出門口啊！三、東南亞好似泰國、印度啊，佛系放養嘅叢林法則啊！東南亞街頭到處都係散漫嘅流浪貓㗎喎，肚餓去寺院啊討食啦，或者喺大排檔食完啲食客食嘅嘢啦，呢度嘅人咧好佛系嘅。唔會故意傷害貓，但係冇絕育同埋醫療概念嘅。生老病死咧，全靠大自然嘅叢林法則同埋求生智慧啊！自由係有嘅，但壽命咧通常都好短嘅。總結，睇完呢3個階段全球投胎指南，你覺得你屋企隻主子而家幸唔幸福啊？其實對貓嚟講咧，佢哋根本唔明土耳其嘅特權，唔明德國嘅保護，唔明英國嘅自由，亦都唔明澳洲戶外嘅危險啊！喺佢哋細小嘅腦袋裏邊咧，世界就只有屋企呢個幾百尺嘅空間，而佢嘅全世界就係有每日辛苦幫佢鏟屎，雖然成日被嫌棄，但永遠唔會拋棄佢嘅你啊！只要有愛，就算喺幾百尺嘅蝸居啊，都係佢哋無可取替嘅終極天堂啊！所以今晚睇完條片翻去，好好攬下嗰隻幸福咁樣投胎去你屋企嘅貓主子啦！喺下邊留言分享話我知啊！如果有得揀，你想俾你家主子出世喺邊個國家？或者你喺香港養貓有咩最辛酸、最令你銀包大出血嘅經歷呢？
中意今日條片嗎？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貓奴朋友啊！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買罐罐嘅動力啊！我哋係菇貓工作室，下星期再見。每星期持續輸出影片真係一件好唔容易嘅事嚟㗎。如果喜歡我哋嘅影片，一定要訂閱支持啊！你哋仲可以留言俾我哋，或者加入我哋嘅 VIP 支持。仲有，你哋仲可以去菇出版網頁購買菇泣嘅小說同埋菇貓嘅精品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嘅力量，多謝你哋。逢星期五晚上8點會出片，我哋再見啦！